这一次的伤亡是台湾铁道史上7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，那造成了50人的罹难，200多人的轻重伤。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，所有国人非常的关心，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，可以说是台湾所有人共同的痛。我在第一时间，身为交通部长，责无旁贷，也全力投入抢救和抢修的工作。那么在昨天深夜告了一个段落，对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故跟悲剧，我要代表交通部跟台铁，向所有罹难者、受伤者跟他的家属致上最深的歉意。昨天深夜，我在现场看见了这个事故列车的最后一节受损的车厢拖出，那个景象令人触目惊心，心痛不已。我要感谢这6天来在灾难现场一直投入救人救灾的所有的每一个人。这6天来，我相信国人都跟每一个罹难者的家属、伤患以及他们的亲友非常的难熬。那么，身为一个政务官，我会承担一切的责任。那么也感谢国人跟朝野党派给我一点时间，能够把这个事故的伤害降到最低，能够再为所有的受难者跟关心他们的人多做一点事情。事实上，受难者除了无辜的乘客，也还有我交通部台铁的同仁，一位非常优秀的司机员，还有一位很年轻的助理司机员。我们要虚心接受各界的检讨，但对台铁人来讲，这又何尝不是最沉重的伤痛？那么，身为一个执政团队的一员，也是一个政务官，我呢会努力做好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，我也会负起责任。除了政治上的责任，也包括帮助所有的受难者跟他的家属能够疗伤止痛。最后，我要再次向国人、社会大众，特别是这些受难家庭，表达最深的道歉。谢谢大家。